哥林多後書第13章。這是我第3擺去訪問你哋。聖經說講，任何嘅控告一定要有2-3個人作證，才做得成立。對這條頭擺就犯了罪嘅，留其他嘅人，我在第2擺訪問嘅時，已經警告你哋。這下無在你哋嘅位。我會再一擺警告你哋，講下一擺我去到嘅時節，絕對唔要記得。你哋一定會有基督通過我講話嘅證據。基督對待你哋唔係軟弱嘅，顛倒，佢在你哋當中係太有能力嘅。雖然佢在軟弱中本人當時在十字架上，總係因為上帝嘅大能，佢這下還是上等，同樣我哋同佢結連，也是軟弱嘅，總係為到你哋嘅緣故，我哋要靠上帝嘅大能，同佢向下上等。你哋要考驗自家，看你哋所過嘅係信心嘅生活麼？你哋要審查自家，你哋敢唔知在你哋地背嘅係耶穌基督嗎？除非你哋係起唔起嘅人。我希望你哋會知，我哋唔係起唔起嘅人。我哋求上帝莫本你哋做乜嘅壞事，目的唔係愛顯明我哋嘅成功，係愛你哋行事正直。我哋就是本人看作係失敗嘅，也無相干。我哋絕對不能配合真理來行事，只有為到真理來打拼。我哋軟弱，你哋剛強。我哋也歡喜，我哋嘅祈禱就是愛你哋成做完全嘅人，因為安樣無在你哋嘅位嘅時，我將寫這封信呢，希望我去到你哋嘅位嘅時，唔是用主本我嘅職權來嚴嚴對待你哋，主本我職權係愛操守你哋，唔係愛破壞你哋。總講兄弟姊妹啊，你哋愛歡歡喜喜。愛做完全人，你哋愛接住我嘅勸話，大家愛同心，彼此和睦。安樣，慈愛饒恕平安嘅上帝，一定會留你哋同在。你哋愛聖潔相近，彼此相愛。所有嘅聖徒全部對你哋相愛。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典、上帝嘅慈愛、聖靈嘅相同，留你哋大家同在。